真感谢上帝恩典，咱伫今年已经来到第11月，咱回顾咱所经过年日，感觉时间实在真紧，所以咱爱常常来感谢上帝，是伊的恩典，互咱也会当活地来为主做水的服侍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互阮知影你的疼，你的恩遮尔大，伫阮人生的每一个坎站，拢有你的看顾。互阮少念上帝你的疼，伫你的囝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的救恩，阮感谢你。每一摆阮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，阮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认罪悔改，因为阮过去的年日亏欠上帝你的恩济济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要有济济工程要未完成。求你赏赐阮勇健，互阮有气力参与伫上帝国的服侍。第二个，阮恳求圣神来感动阮的心，过一摆通过上帝你所启示的话来帮助阮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疼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伫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“沧海桑田”，这句话是咧表达时势变迁、世事的变化，无法度来测度。惊咱生存伫这个世界，实在是变化真紧，不断咧更新，不断咧改变，不断咧成长甲进步。咱会记得伫50年代。就伫里长的厝有电话，总是伫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的手里拢有一支大哥大。这减少咱看见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来带领咱人类历史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成长。特别伫今仔日的手机已经进步到 iPhone 4S， 就是讲会当通过声音就来控制手机要发要收等等，所以科技的进步，通讲是空前。所以过去孔子捌讲一句话，讲孔子讲唔敢受鬼面贴，意思是讲伫过一个暝，过一个暗时，哇，迄个改变非常的大，人无法度测度。雅各书第4章14节，伊安尼讲。其实明仔载怎样，恁唔知影。恁的活命是甚么呢？原来是一片的坟墓，暂时出现就无看见了。雅各书直接来表达，咱的生命是遮尔短暂。暗暝是互咱真恶的想象，暗暝常常是带来一种的不安。惊吓甲危险，所以我看见教会有侪年长的暗时拢唔敢出门，暗时都要互咱休困食饭。上班的人伫暗暝，伊也想要倒转去到伫厝的所在，伫遐得到安全感，伫遐通得到活靠。总是咱知影，咱的生命常常是无常的。伫这个月内底，人看见咱的兄弟姊妹，伫日时要好好，暗时去困，透早起来已经无喘气安息伫主的内底，一个暗暝遮尔大的变化，互一个人的生命伫遐死失来离开咱，互咱感觉真唔甘。伫暗暝的时阵，特别伫我住的所在，金州街甲林城北路，常常听见几项的声，一种就是救护车的声，要到马街病院；一种就是林城北路咧烧台拍枪的声，砰砰的声；还有一种就是暗时的时阵，听见翁仔某咧冤家，太太伫遐咧哭的声。
有时阵暗时困袂去，所以伫暗暝的中间，实在是有真大的变化。伫暗暝咱困袂去的过程内底，伫暗暝也上济贼仔来做歹代志的时阵，总是暗暝也互整个上帝创造人类甲动物咧安息的时阵，互人甲动物身躯心灵伫遐得到休困。今咱所念的圣诗365首第9节，369首第5节，拄则咱念的圣诗安尼写：灵魂靠主，平安温顺，目睭放客，身躯好困，天光起来爽快轻松，欢喜尽力做主的工。这首诗歌来表达伫暗暝乃当好困，天光阁会当醒起来。这实在要感谢上帝，是上帝恩典甲怜悯，互咱经过几啊冬，日时暗时，日时暗时。虽然正做基督徒，每一天天光的时阵，第一个念头都爱感谢上帝。你无互我伫暗时咧困的时阵，将我的灵魂带倒转去。安尼就是上帝要来，互咱还阁活命的时阵，会当来做主的工。伫最近真出名、咧流行的一本册，就是贾博士传记，是 Apple Computer 的创办人，56岁，伊的生命就结束。总是伫伊的传记内底，有写2句足重要，我看了真感动的话。头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：人生真短，人生也真无常，所以都爱把握时间，好好来做对的代志。第二句话，伊安尼讲：我无要互人伫我死的时阵，伫梦里来笑念我。我更较要紧的，就是会当伫活的时阵对人类有贡献。一本册内底这2句话也真拍动我。咱的生命实在真短，真无常，是上帝恩典。虽然会当活的时阵，就会当尽力来为上帝做好的代志，做对的代志，荣光上帝利益的人。第二项，伊讲无要伫咱过身的时阵，人来笑念，牧师伫遐讲好话。更较要紧是，咱会当活的时阵，就会当对人类有贡献。所以今日咱要对所读的圣经，大家来分享一暝之间所发生的代志。头一个，一夜之间对有变做无。伫今咱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所发生的代志，出埃及记伫遐记载，上帝百姓伫埃及做奴隶、做苦工，所以这人真痛苦，伫遐啼哭，伫遐靠赖上帝。上帝又听见伊人民真痛苦的声音，就警调摩西甲亚伦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总是无拍算。法老王的心真硬，伊无要互这人出去，因为这人几啊百万人会当留伫埃及来做真侪伟大的工程，总是上帝的心意，爱这人离开来建立一个国家。伫迄个时阵，上帝就惊10个先知。伫出埃及内底记载，上帝就惊10个先知。头一个就是水拢变做血，袂食日，袂啉日。第二个先知就是残甲仔，真侪残甲仔伫即个国家的中间。第三个先知就是撒母，第四个先知就是河神真侪。第五个就是瘟疫。有SARS，伫迄个时阵都已经有SARS。
甲真济传染病啊。第六个有毒疮，第七个有冰雹，第八个有草莓，第九个有黑暗，无法度天光，拢是暗暝。总是伫遮尔济个信者的中间，法老王心意犹原无要互遮个人离开。到伫最后一个，上帝不得不惊第10个信者，就是伫埃及国的中间所有的大囝，伫迄一暝拢死去。第10个信者是所有的信者内底上严重的代志。对伫法老王的大囝，到伫家奴的中间，平民的大囝，甚至是所有的精生，伫迄一暝，所有拢死去。伫全国这样凄惨哀哭的中间，法老王才愿意互以色列人离开。毋然呢，伫遐求摩西甲亚伦甲因祝福，将牛、将羊所有的金器拢会当摕走。也因为伫迄个时间，伫暗暝，迄个改变真大，人民爱离开，所以因就3颗铁咧，甚至迄个无价饼、迄个面包未好发价，爱铁咧较紧离开。只只咱看见一暝的内底，迄个变化遮尔大，来改变以色列人的命运，互因出埃及，到伫旷野，到伫流年甲密迦南地。只要咱看见伫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也感觉，无论伫性命，是咱的财产，是咱的权势，一暝的中间，真大变化，对有变无去。咱当看见，咱伫台湾，伫12年前的921，一暝的中间，地动3000几个人过身去。咱通看见，伫日本311的地动甲津波，将近5-6万的人过身去。一暝的内底，一个瞬间，所有人的性命就无去。咱也通看见过去伫台湾的金蕉大王、西瓜大王，因为台湾的水果真出名、真好食，所以拢出到伫全国各角落。因为赚真侪钱，总是一暝跋筊，规个拢输去。约伯记第34章20节，约伯伫迄个所在一个真深的感触，讲一段圣经节。伊讲伫点仔久，伫半暝的中间，因就死无。百姓受震动来过身，有权势人受夺走。毋是借人的手，特别伫后壁即句话，毋是借人的手去害人去死去。咱知影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人，犹个伫第1章的中间，咱通看见，伫第1章的中间记载讲，迄一日有雷电四呐，就是所有约伯的羊群、牛群、牧者拢害死去。过无偌久，有一阵大风，这个大风有可能是风台，也有可能是光雷风。这个大风来，所有的厝拢崩去，将伊的囝拢跌死。伫这个时阵，就亲像咱台湾话讲，下狗的跌死囝，啊，毋知要安怎样，有口讲袂出来。约伯家己个拄着毒疮，伫迄个中间，伊深深感受到这是上帝作为。伊讲，若毋是上帝作为，这个灾难拢是毋是人的手所会当做的，是上帝手所做成的。最近咱通看见泰国的水灾，已经几啊个月啊，犹原死真侪人。土耳其的地动也死真侪人。现在咱真做基督徒咧想讲，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？总是咱爱
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为怎样人的罪恶这么大？为了追求所谓经济发展，破坏整个的环境。11月应该是寒天啊，总是咱这2日看见温度升到30几度。这就是台湾话一句话讲：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价值。不是上帝残忍，是人的罪过真多真多，不得不上帝通过这个灾难对咱来警醒咱。一暝的中间，所有拢改变。求上帝怜悯，当咱还阁会当健康活着的时阵，咱爱感谢上帝。咱感谢上帝怜悯。第二，咱伫圣经内底通看见第2个故事，就是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6章到第7章的所在。只要记载一暝的中间，情况拢改变。上帝会当一暝的中间对无创造有，对创世纪内底咱通看见，天地空气混沌。上帝灵运行伫水面，上帝讲有光就光，所以上帝对无的中间创造有，总是上帝当对有的中间变无去，这就是上帝大能。咱是何等的软正甲有限。伫王记下卷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时代，叙利亚王国攻来到伫撒玛利亚城。把这个城围掉咧，互因的人民袂当出去。所以伫这个城内底，所有的食物已经食完啊，无物件通好食。伫迄个时阵，王就来巡视伫撒玛利亚城所有各所在。伫迄个时阵，有妇人人咧啼哭，啼哭怎样？伫无物件将食的时阵，这个妇人人讲：“你来摕我的囝来食。”食了，我的囝才轮你食，无物件通食，就互相食囝。你的囝我食，但我的囝无要互别人食。伫迄个时阵，全国伫困难饥荒的中间，咱真感谢上帝，互咱活伫台湾，咱毋捌拄着这个饥荒啊。伫咱欠水的时阵，上帝就落雨。伫今年，咱有注意无？今年台湾拢无拄着风台，敢若一个细细风台对高雄的所在走入去。日本拄着真大，感谢上帝。伫迄个时阵，王听见这个消息的时，就把这个罪挂互以利沙。是因为以利沙你所做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王呢就要来杀伊。都是以利沙伫迄个所在安尼讲，王啊，伫明仔载，就是明仔载，明仔载你有1两银会当买3公斤的小马，马啊，一两银会当买6公斤的大马啊。一暝若听，这个王的人想讲，这哪有可能呢？这无可能的代志。总是迄一暝，拄拄伫撒玛利亚城的外面有4个泰国的，拄着泰国边的人，因到伫叙利亚的军营的中间，到伫遐的时阵，看见迄个军营拢无军人，讲无军人啊，军兵拢无去啊，但迄个军营内底有留真济通好食的物件。伫迄个时阵，这4个泰国边的。半暝、通暝就走倒转去，到伫撒玛利亚城的所在，通知以利沙讲：阮伫叙利亚军营内底看见这个军营有留物件，但是拢无人，咱就赶紧到伫这个叙利亚军营的所在，摕物件倒转来。后来，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才有物件通好来食。只要咱看见上帝作为这么奇妙，圣经讲，咱伫基督文内底，今仔日的日子赏赐互我。上帝会当对无创造有，
也当伫有的中间变做无，这是上帝馈咱。所以，这个故事互咱知影，上帝伫一暝的中间会当改变人类的历史，一暝的内底改变这个历史，互无可能变做可能。伫中国历史内底的楚国的时代，有一个人叫做伍子胥，这个人，伊是楚国的大将军，总是伫楚国中间面对真多的困难，所以这个伍子胥伊必须要走到伫吴国的所在。伫迄暝，伊伫经过交关的时阵，交关有济军马围围伫迄个中间，总是伫迄个时阵的伍子胥拄到一个真出名的医生，这名叫做董教公。这个医生就甲伍子胥变装，然后通过交关一站困难的中间，会当经过遐到伫吴国的所在。一暝的中间，伍子胥的头毛拢变白去。虽然伫历史真出名一句话叫做"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头发就白了"。咱通看见咱的人类历史内底，1989年的11月初9，伫历史上嘛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德国东德甲西德一暝的中间围墙倒落去，两个国家变做一个国家。一暝的中间，东德西德的围墙倒落去，互因分开41年的中间，两个国家就通变做一个国家。虽然看诗篇30篇第3节甲第4节，安尼写讲，上帝忠实的百姓啊，恁着学乐上帝，恁着感谢上帝至圣者的作为。一暝的中间有流目屎，这个现代中文的释经安尼写讲，眼泪汪汪啊，流真侪目屎，流真侪苦痛的目屎，总是天光起来。就会当伫遐欢欢喜喜、喜气洋洋。上帝伫咱生命中有困难的时阵，咱有时痛苦流目屎，那是因为上帝恩典，互咱伫新的一天就会当经验上帝美妙的作为。第三项，伫圣经内底嘛有写一个，就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25节到30节。伫半暝的中间，人醒悟来信靠耶稣基督。这件事件记载伫保罗甲西拉为着传福音，互当时的公会掠到伫加罗的所在，总是无伫遐怨叹，因翻倒转伫加罗的中间，伫遐吟诗学乐上帝。忽然间伫半暝的时阵，发生一个代志，地大震动，所有的手铐、骹铐拢落去，毋但安尼，监狱的门也开开。伫迄个时阵，过监的人紧张烦恼，发现这个代志，伊想讲伊一定无命了，所以就压倒起来要自杀。伫迄个时阵，拄伫迄个时阵，保罗就组织讲切万啊，阮拢伫遮，阮无离开。伫迄暝，保罗甲西拉就带这个过监狱的人来信耶稣。毋但安尼，伊甲伊的规家拢信耶稣。一暝的内底，一个人的性命会当改变。上帝的信者，或一个人伫遐醒悟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是何等大的代志！当我要写这首讲章的时候，我想到伫回想我伫细汉主日学的时阵的一个同学，后来大汉了后，伊做回想，总是有一摆阮见面的时阵，伊咧分享伊信耶稣的见证，回想怎样信耶稣。伊讲某一年伫圣诞节前的时阵，伊的身躯艰苦有癌症。
伫病院手术治疗的过程内底，拄要晚近圣诞节。伫迄个时阵，伊伫病院的时阵，听到圣歌队来到伫即个病房的中间唱诗歌，唱平安夜的诗歌。伫迄个时阵，互有真深的感触。伊想到伫细汉的时阵，有缘伫教会参加主日学，为怎样大汉了，伊的性命完全无共款呢？伊面对生死挣扎的中间，伫迄一暝听到圣歌队所唱的诗歌，互伊的性命有一个真大的改变。伊醒悟想到人生的意义是甚么？伊感觉，伊体会，伊需要主耶稣的疼甲怜悯。所以伫迄暝的时阵，伊就伫遐忏悔，伫遐祈祷，伊相信耶稣基督是伊的救主。经过一段不止长的时间治疗疗养了后，出院，伊无袂记住伊伫几个月前伊的决志，伊就伫遐继续伫教会认真追求真理，后来伫教会做真好的服侍。感谢上帝，我相信是真侪人伫祈祷的中间，互我这个同学伫一暝的中间，伊醒悟起来，生命改变，对回想变做信耶稣基督的人。这是何等大的作为啊！这是上帝作为，也是真侪人的祈祷，才会当促成这个代志。所以我深深的体会，上帝互咱守护咱每一个暗时，毋若是真忝要困，搁开始伫暗暝的时阵要困的时阵，互咱有淡薄的时间来祈祷，回想上帝引带互咱一日的经过，来思想咱的人生，也会当伫遐来想到咱生命的方向，咱要安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，互上帝欢喜。这都是伫诗篇90篇12节，摩西的诗，摩西的祈祷。伊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教示阮，算数阮的年日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现在的姊妹，咱的日子一冬一冬咧经过，一年一年咧经过，互咱通算数咱的日子，互咱得到智慧的心。就亲像贾博士讲，我毋是爱过身伫亡年的时阵，互人来纪念我，互我爱伫活的时阵，会当为这个世界、为人类做一寡代志。我相信伫暗暝的时阵，伫真安静的中间，会当互咱对生命有一寡反省。第四项，伫一暝的之间，天地的差别。这段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17章34节，这记载讲，迄一暝，两个人咧困，一个人受提，一个人拖走，一个人搁留落。伫迄一暝，有两个妇人人咧下墓，一个受拖走，一个留地。咱若注意看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咧记载，伫耶稣基督搁来迄个终末的时阵，咱知影伫神学内底有一个叫做终末论，就是耶稣基督来，搁上天，甲耶稣基督搁再来，这个中间要未来，这就是终末的时阵，就是上帝国要来临迄个时阵，有一日，有人会受提，有人落伫地狱的内底。伫咧工作的时阵，有人受提，有人留地。迄日子什么时日，咱毋知影。圣经讲，迄天的半暝的时阵，是伫暗暝的时阵，伫咱无张持、无注意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终末已经到。今仔日就是终末的时阵，所以咱会当亲像旧约的以诺同款，甲上帝相同行，兴盛祈祷，为主做好的见证。
因咱毋知影什么时阵是咱生命的终末，有可能伫暗暝的时阵，有可能伫日时的时阵。所以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、第8节，彼得就安尼讲：万事的终局近啦，恁都爱警醒节制，警醒祈祷。上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疼，因为疼会当惹堪最的罪过。万事的结局近啦，咱都爱谨慎节制，警醒祈祷。上帝帮助咱活伫这个终末的中间，甲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过程，是咱爱谨慎的时阵。所以我真佩服，有真侪人穿一领衫，讲世界末日近啦，就赶紧信耶稣。我邀请咱中间，你也毋是基督徒，我真期待你会当来告别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。咱个倒转来看出来记第12章40节甲12节，安尼记载讲，以色列人伫埃及430年，伫430年迄一暝，就是暗暝的时阵，上帝保守因，带因出埃及。以色列人就伫这暝奉献了上帝，做世世代代遵守的一暝。每一届暗时要来的时阵，每一届咱要困的时阵，过一摆将咱的性命交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拢有上帝掌管。过一摆将咱交托伫主的面前，咱会当安歇休困，来感谢上帝。然后一日，咱困醒起来，天光的时阵，咱未喘气的时阵，咱就是伫上帝永远的国度内面。诗篇121篇第5节、第7节，诗人安尼讲：上帝要保护你，伫你的身边保护你，日时太阳袂害你，暗暝月亮也无害你。上帝要保守你，脱离一切的灾难，要保守你我的性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话是这么丰富，通互阮得到警醒。伫一暝的内底，上帝作为这么大，这么深，互阮体会上帝你无限的恩典甲疼痛。伫阮有限的生命内底，已经经过几下的暗暝，总是上帝你的保守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暗暝的时阵，也是阮会当思考阮的生命的时阵，互阮伫一生的中间，通为主做水的见证，荣光上帝利益的人。我也特别为着阮中间有新的朋友、无道友的，来替因祈祷。上帝啊，你帮赞伫阮中间的新朋友、无道友，伫阮有限的生命内底，阮会当认捌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，互阮得到永远我的愿望。无论伫暗暝是日时，阮的生命要结束，总是阮知，请阮的主，你永远甲阮伫地。当阮要做伙领受圣餐的时阵，互阮安静来思考阮的生命。阮安尼祈祷，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